錢喎。大家好，先別急着劃走。今天我們聊一個最近就係村子離熱度很高嘅概念，同埋套絲式打法，命中率號稱80%，之前輸掉的血汗錢，用數學公式堂堂正正贏回來。這套東西到底靠不靠譜？80%呢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嘅？背後藏着什麼樣的數學結構？今天我用一期視頻的時間，把它徹底拆乾淨，先花2分鐘搞清楚套絲式到底在做什麼。這套打法的核心係一套注碼分配策略，它的設計邏輯大概係這樣嘅：下注之前，根據上一局嘅結果，調整下一注嘅籌碼大小，贏啦就減少下一注嘅金額，輸啦就增加下一注嘅金額。具體到套絲式，它有一個比較精巧嘅階梯結構，贏的時候退一小步，輸的時候進一大步，進的幅度被控制在一個看起來安全的範圍內。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是讓你的贏率在賬面上變得很高。你大部分時間下注嘅金額都比較少，而小注的時候，你贏嘅概率和輸嘅概率其實差唔多，各佔50%。但你輸了大注之後，接下來會用更大的注碼去追，而大注贏的那一把會把前面好幾把小注輸掉的錢一次性覆蓋掉。從單注來看，你贏得頻繁，輸得偶爾，這就是80%命中率嘅來源。注意，且命中率指的是贏錢局數佔總局數的比例，不是你最終盈利的概率。這兩個概念，很多人把它們混為一談了。好，現在我們來猜80%這個數字，這個命中率是怎麼算出來嘅？其實很簡單，假設你把資金分成若干份，一注佔你總資金的一個固定比例，比如1%，你連續下注100次，按照套絲式嘅規則，你贏嘅次數大約就係70到80次左右，輸嘅次數就係20到30次左右。因為這套規則本質上係在用小注頻繁試探，就偶爾收割，所以從局數上限，你大部分時間確實係在贏。但這個統計口徑有問題，問題出在哪裡？再睇只統計你同源學贏了多少局，唔係有統計每個人你多少田。再舉一個更貼近實際嘅例子，假設你有1萬塊本金，要套絲式嘅規則拆成100份，每份100塊，你開始下注前5次你很順利，每次都贏，每次贏100，這時候你贏了500塊，心情很好。第6次你輸了，按規則你要加注下200，結果又輸了下400，又輸了下800，輸了4次。你算下輸了多少？100加200加400加800，這才1500。喺你前面贏了5次才贏500，淨虧1000。這個結構叫做贏時等差數列，輸時等比數列。你的盈利是線性增長嘅，你的虧損係指數級放大嘅。線性追上指數這件事不需要高深的數學小學算術就能算清楚。所以80%這個數字本身沒有造假，它確實可以做到心理學，但它描述的是100注裡面你有多少注是贏錢的，它沒有告訴你的你贏的那80注加起來賺了多少錢，輸的那20個加起來虧了多少錢。前者小於後者，呢才係套絲式
真正的財務結構。接下來，我們做一次完整的數學回測。假設有1萬塊本金，每次下注固定為總資金嘅2%，隨機模擬1萬次下注，勝率設為50%，賠率設為1:1，也就是贏你賺1份，輸你虧1份。在這種最簡單的模型下，1萬次之後，資金曲線係一條緩慢下滑嘅線，最終歸零。這就隨機遊走加負向漂移。現在我們把套思思套進去，改成盈利下注減半，稅率下注翻倍，但翻倍有上限，上限是總資金的10%，同樣的勝率，同樣嘅賠率，再跑1萬次，結果是什麼？結果是呢，你破產的速度比固定下注更快。為什麼？因為固定下注每次虧1%或2%，套思式在連輸的時候會觸發大額下注，一次虧損吃掉你之前10次、20次嘅利潤。有數據支撐你嘅結論。網上能找到一些公開嘅回測報告，有人在過去5年嘅真實牌局數據上跑過套思式嘅變種版本回測結果顯示，超過2萬次嘅樣本中，最終盈利的概率約為7%，虧損的概率約為93%。盈利嘅那7%裏面，和平均盈利率不到15%，虧損嘅你93%裏面，平均虧損率超過40%。換句話說，確實有極少嘅概率讓你賺錢，但絕大多數人都會虧，而且虧得比用簡單固定下注嘅人更多更快。這裡有一個關鍵點需要澄清，任何注碼策略本質上都只是做一件事，重新分配你虧損嘅時間線，和它唔會改變你最終嘅數學期望，只會改變你到達終點嘅方式。你採用固定下注，你的錢係勻速下降嘅；你採用套思式，和你的錢是先小幅波動，再突然跳水，兩種路徑嘅終點相同，區別只係中間嘅軌跡。為嘛注碼策略改變不了期望值？賭場遊戲嘅賠率真係設置嘅時候就已經被鎖死啦。而輪盤維利押紅色勝率是48.6%，賠率係1:1，淨嘅勝率和賠率算期望值，結果是負的2.7%。也就是說，你每押100塊，長此嚟看，平均虧2.7塊。不論你用套思式還是法式還是意式，只要賠率和勝率不變，你的期望值永遠固定在負2.7%。策略唔能改變嘅，只有你的下注路徑，它改變不了賠率和勝率的成績。呢個結論不是推測，係數學定理。它寫在每一本概率論的教科書裏，不因任何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接下來我們看套思式的變種，市面上流傳嘅版本其實不止一種，有些版本加列子選線，有些加列子形線，有些把翻倍係數從2解成了1.5，有些在連輸3把之後強制回到起始注。這些調整的目的只有一個，延緩資金消耗嘅速度，讓它看起來不那麼激進。這些調整有效嗎？從數學上看，它們確實能降低單次大額虧損的概率，但代價是延長你回本所需的盈利倍數。把翻倍係從2降到1.5，連輸5把，你需要追回來的次數從6次變成了11次，
也就是說你破產的風險降低了，但你在牌桌上暴露嘅時間拉長啦，而暴露時間越長，碰到極端壞運氣嘅概率就越高。這是一個典型嘅按下葫蘆扶起瓢嘅結構，係有一個角度值得注意。這套打法的命名本身就有營銷痕跡。投資這個詞在中文語境裡沒有任何含義，它聽起來生活化無害，甚至有點可愛。這種命名方式的目的在於弱化它作為博彩策略嘅進攻性，讓它聽起來更像生活小技巧，而非賭博工具。從傳播學上看，呢非常精準嘅包裝策略。同樣值得拆解嘅係有80%呢個數字嘅傳播路徑，在最早出現在某個論壇嘅帖子標題裡。呢個帖子嘅作者用自己的短期數據做了一次回測，樣本量只有不到500句，且沒有公開原始數據。後來呢個數字被反覆搬運引用，逐漸脫離呢原來嘅語境。前呢圖示式命中呢80%這個固定搭配。從實證角度學，這個數字沒有可驗證嘅來源，也沒有經過第三方複測，只是嘅經驗數據被反覆傳播後獲得了事實嘅地位。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至少有一點，和當一個策略嘅核心賣點建立在一個未經複測嘅數字上時，你在採納它之前，應該先問自己係對嘅。如果呢個數字是假嘅，其策略係成立嗎？如果去掉80%，它還剩下什麼？淨係一個配套策略，一個資金管理方法，一種輸了就加注，贏了就減注嘅規則。呢套規則本身不新，早在幾百年前嘅賭場裡就有人在用啦。當時嘅名字就馬丁格爾。馬丁格爾嘅核心結構是輸了翻倍，贏了回到初始注。圖示式係馬丁格爾嘅一個變種區別，只是把翻倍改成了按比例加注，把回到初始注改成了按比例減注。本質上，它唔係跳出馬丁格爾嘅數學框架。而馬丁格爾在真實賭場環境下的表現已經被大量數據證明是長期負期望嘅。我如果一定要睇圖示式找一個客觀定位，它可能更接近一種心理工具，而非盈利工具。這用係真係讓你在下注嘅過程中獲得更多嘅贏錢體驗，哪怕呢種體驗在財務上沒有正向貢獻。簡單說，它讓你輸得更慢，但更舒服。它讓你在輸錢的路上有了更多的正反饋節點。它改變了你輸錢的方式，但沒有改變你輸錢嘅節奏。最後，如果你問我圖示式能不能用，我的回答是，它能用。但你要清楚，它對你的財務貢獻預期係什麼。如果你期待靠它從負期望值遊戲中持續獲利，數據不支持。如果你把它當成一種資金管理工具，用嚟控制下注、製造延長遊戲時間，那它確實比隨機下注有極夠優勢。它及不了你超額收益。這期拆解嘅核心結論就是這句話：注碼策略改變的是資金消耗的路徑，不改變資金消耗的終點。指80係局數命中率，不是金額收益率。這兩個概念的區別是所有博彩策略嘅底層分水嶺，形成圖示式打法嘅完整拆解。數據來源、回測邏輯和結構分析
都已經放在這期視頻裏啦，你可以自己驗證。如果呢套思路對你有用，點個關注。下期我咪拆另一個經典嘅博弈策略——凱利公式在真實場景下的應用邊界。